然承受或封殺，來承受注定你我之間有時差，用存在的書給你相信和我承諾有關，道出人性的可怕。當主角最後仍吶喊，要記住遠處的掙扎。我以書單代替內心說話，遙遠的他方，瘋狂讓人來堅決拒絕世界的作家。求親手為你翻閱，若散失